好多人出埠死活都唔肯買轉機機票，就算直飛貴成千幾千蚊，都寧願俾多錢。歸根結底就係一個字：驚。驚外國機場大到似迷宮，驚完全唔識英文，驚行錯路趕唔切機，最驚係滯留在異國機場，冇人幫冇人理，最後仲要自己笨笨地套大錢買新機票，瞓機場冷板凳，炒天價酒店。尤其係一班辛苦大半世人嘅長輩，終於捱到退休，想飛去外國探仔女，同老伴去歐洲睇風景，一聽中途轉機4個字，即刻打退堂鼓，好好嘅旅行計劃就咁擱置。真係好可惜，但我呢個跑勻全球樞紐機場、鑽研外遊技巧嘅粵語老手，同大家講句真心大實話：真正識飛、成日出埠嘅人，從來唔貪直飛，反而專登揀轉機機票。呢入面暗藏嘅省錢竅門同出行優勢，係一般遊客永遠唔知嘅。轉機機票價錢平一大截，性價比極高，10幾個鐘長途飛機坐到人痹，中途落機鬆一鬆，行下街，掃下各國免稅店，體驗遠比死板直飛豐富得多。大家千祈唔好被網上嘅焦慮文誤導，全球所有大型國際機場看似錯綜複雜、密麻麻，全部係外文指示，實質有一套全球統一、傻瓜都識睇嘅設計邏輯。機場設計嘅初衷從來唔係考遊客，而係確保無論你識唔識英文、識唔識講外語，都可以零出錯完成轉機。今日我唔講廢話，唔吹水，全程地道粵語大白話，將國際轉機嘅底層規則、避慳避忌、突發狀況急救方法，一次性拆解晒俾大家。只要學識呢幾套技巧，就算你係第一次獨自出國、第一次海外轉機，唔使導遊、唔使求人，一樣穩穩陣陣，零失誤、零驚慌。首先同大家破除最大嘅認知誤區。香港人咁多人怕轉機，其實淨係2個未知恐懼。第一，唔知行李使唔使自己拎自己轉運；第二，驚跟住人潮行錯路，誤闖出境區搞到誤機。呢2樣係飛機降落前空姐被問得最多嘅問題，亦都係90%轉機翻車事故嘅根源。我哋由最第一步實操開始講，句句乾貨，字字有用。出發當日喺始發機場辦登機託運行李嘅時候，你會攞到2張甚至3張登機證，對應你全程每一段航班。呢一步係成個轉機流程最緊要冇之一嘅重點，千祈唔好怕醜，唔好怕麻煩，一定要當面同櫃台地勤確認清楚，我嘅行李係唔係直接託運到最終目的地。同大家普及一個專業航空常識：行李直掛。意思就係你嘅託運行李，中途完全唔使你拎，唔使2次託運。中轉機場地底有全自動傳輸系統，會自動將你嘅行李搬去下一段航班嘅飛機上面，全程機械運作，精準無誤。而家透過正規平台買嘅國際聯程機票，95%以上都支持行李直掛，係行內通用標準。只要確認好行李直掛，你全程淨係需要孭一個細隨身袋，雙手輕鬆，一身輕。呢個就係順利轉機嘅基礎。好多人轉機手忙腳亂、心慌失措，就係因為冇確認清楚行李規則，傻傻地走去行李轉盤等行李，白白浪費大把時間，最後險啲趕唔切機。搞定行李問題，即刻講新手最易踩、殺傷力最大嘅致命陷阱。飛機落地，艙門打開，所有人本能反應就係跟住大隊向前行。但喺國際轉機嘅場景入面，跟人走等於9成9行錯路。大家一定要記實，同一班機落機嘅乘客分2類。第一類係中站旅客，行程已經完結，落機直接去拎行李，過海關出境走人。第二類就係我哋呢啲中轉旅客，必須留喺機場禁區內轉機。如果你盲目跟住大隊行，100%會行去行李提取區，再誤入海關出境通道。呢度再教大家一個關鍵專業概念：機場禁區，所有轉機操作必須喺禁區內完成。一旦你行過海關，踏出禁區，就等於已經出境。想要再次入返候機區轉機，就要重新排隊安檢辦手續。外國機場安檢流程繁複，排隊動輒個零鐘，絕大部分無辜誤機都係咁嚟嘅。所以飛機落地行離浪橋，入到航站樓長廊嘅第1秒，千祈唔好望人，唔好急住行，唔好慌，即刻抬頭睇天花板同牆面嘅指示牌，
全球國際機場嘅指示系統統一標準化，唔玩文字套路，主打圖案直觀，人人識睇，顏色鮮明，圖標清晰，唔分國家，唔分語言，全世界通用。你完全唔使死記英文長單詞，唔使糾結翻譯，淨係需要認實一個萬能圖標，轉機專屬圖案。全球機場轉機標識幾乎一模一樣，要麼係一架飛機帶轉彎箭頭，要麼係兩架飛機重疊。見到呢個圖案就等於東都轉機專用通道，係你全程嘅指路明燈。操作簡單到極致，箭頭指左就向左行，指上樓就搭電梯，指直行就一直行。沿途所有岔路、通道、電梯口都會重複出現呢個飛機圖標，一路無縫引導。你唔使諗，唔使問路，唔使睇外文，實黐住呢個標識行，絕對唔會誤入行李區，絕對唔會行錯出機場，絕對唔會偏離轉機路線。好多長輩第一次海外轉機，見到滿屏外文，即刻手忙腳亂，手心出汗，越慌越錯。其實完全係白擔心。我飛國際航線10幾年，負責任講句，國際轉機識睇圖案就夠。唔識英文完全唔影響出行，所有關鍵路線、核心節點全部有通用圖標兜底，呢個係機場最基本嘅設計邏輯。沿住轉機標識直行，好快就會見到轉機專屬安檢通道。呢條係中轉旅客專屬綠色通道，流程同出境安檢一樣，但人流更少，速度更快。淨係需要將隨身袋、電子產品、外套擺入膠籃過機，做人身安檢就得。同香港機場、內地機場流程一模一樣，零門檻、零難度。安檢全程淨係需要攞住兩樣嘢：護照、第二段航班登機證，遞俾安檢人員核對，對方一眼就知你係轉機旅客，快速放行，全程唔使講半句嘢，順利過埋安檢就正式進入免稅候機區。去到呢度，你迷路、行錯、誤機嘅風險已經減低80%。入到免稅區，記住金科玉律，先做正經事，再嘆世界。千祈唔好俾琳琅滿目嘅免稅店、化妝品、名牌袋、異國美食吸引到分心。好多人就係貪得意，行下逛下，拖延時間，最後趕唔切登機，白白翻車。站穩腳步，即刻黑全場最顯眼嘅航班動態大屏幕。呢啲大屏一般掛喺通道正中，視野開闊嘅位置，上面密密麻麻滾動住全場所有航班，實時資訊，排列規整，邏輯清晰，係你確認登機口唯一最權威嘅渠道。而家教大家一個唔使識英文、零出錯嘅查航班方法，全程對照登機證就得。首先攞出你第二段登機證，最核心嘅資料航班號，亦即係字母加數字嘅專屬編碼。每一班機獨一無二，絕對唔會混亂。大屏資訊排列有固定規矩，由左至右依次係起飛時間、目的地城市、航班號、登機口編號。普通人最易踩嘅坑就係睇城市英文航班，好多外國城市英文相近，好易睇錯。最穩陣、100%準確嘅方法就係淨對航班號，唔睇城市名。只要屏幕航班號同你登機證完全一致，起飛時間吻合，橫向對應最右邊嘅編號就係你嘅登機口。呢度必須重點講一個行內常識，絕大部分國際轉機航班，此發登機證係唔會提前印登機口。大型國際機場航班起降極之密集，機位調度極快，登機口全部係動態分配，一般只會喺起飛前1個半至2個鐘先會最終確定機位，更新喺大屏上面。所以千祈唔好信張空白登機證，落地必查大屏，確認最新登機口，係轉機缺一不可嘅核心步驟。到登機口編號，下一步就係精準謄路候機。大型機場面積極大，會用字母分區 A 區、B 區、C 區各司其職，唔同分區相隔可以成幾公里，步行根本趕唔切。大家唔使慌喎，機場一早預備好便民設施，認實第二個萬能圖標，機場免費接駁小火車圖案。見到呢個標識就代表你嘅登機口喺遠距離分區，需要搭機場內部接駁列車先可以去到。好多長輩見到機場入面搭火車即刻心慌，覺得好複雜，怕搭錯，怕使錢。其實同搭港鐵、商場電梯一樣簡單，
接駁小火車全程免費，唔使購票，唔使刷卡，唔使安檢，跟住標識行去月台就得，2-3分鐘一班，密到離譜，極度準點。上車坐低，去到對應分區落車，再抬頭睇指示牌，牆面同天花板會清楚標示左右兩邊嘅登機口數字範圍，對照自己嘅登機口編號，沿箭頭直行，一路留意兩邊門牌，好快就會見到你嘅專屬登機櫃台。屏幕會同步顯示你嘅航班資料。去到呢一步，你嘅轉機梯路任務已經完成90%，徹底告別迷路、行錯、趕唔切機嘅煩惱。之後就可以安心坐低休息、飲水、去洗手間。只要唔行得太遠，隨時留意航班動態，就完全唔使擔心。講完順利轉機嘅常規流程，重點講大家最驚但最常發生嘅突發狀況：前序航班延誤，導致趕唔切後續轉機。我見過好多遊客，尤其係長輩，遇到呢個情況即刻心態崩潰。落機發現下一班機已經飛走，登機口空空如也，即刻手足無措，心慌眼濕，以為自己滯留異國，叫天不應，叫地不聞，準備大出血補機票、租酒店。今日我將呢個兜底規則講透，等大家徹底安心。只要你買嘅係正規聯程機票，前序航班延誤導致誤機，全部由航空公司全責，同你一啲關係都冇。呢個係國際航空明文規定，受國際法保障嘅旅客權益，你絕對唔使一分冤枉錢，絕對唔使自認黑仔。天氣惡劣、航空調度、飛機故障、航路管制等等，所有非人為個人原因造成嘅延誤誤機，航空公司必須無條件免費幫旅客改簽後續航班。如果需要隔夜等候，必須免費提供合作酒店住宿、免費餐飲券。呢個係佢哋嘅法定義務，唔係人情，唔係施捨。遇到誤機，千祈唔好慌，唔好喊，唔好亂咁問人，冷靜跟住呢套3步法操作，唔使識英文，唔使尷尬溝通，人人學得識。第一步就近喺機場轉機服務櫃台，所有國際樞紐機場嘅轉機大廳都有專屬服務台，標識清晰，位置顯眼，有制服地勤24小時當值，專門處理誤機、行李異常、航班變更等突發問題。第二步，準備好護照同作廢嘅第2段登機證，直接行去櫃台，唔使開口，唔使諗英文點講，肢體語言加手機翻譯就搞掂一切。將登機證遞俾職員，手指航班號，再指下手腕手錶，雙手攤開做無奈手勢，所有地勤1秒就懂。前機延誤，錯過航班。大家放心，海外地勤日日處理幾百單同類個案，對呢啲情況熟到不能再熟。掃描登機證條碼之後，系統會自動彈出延誤記錄、聯程機票資料，即刻判定係航空公司責任，完全唔使你多解釋。第3步，等工作人員免費改簽。地勤會即刻喺系統檢索後續所有同向航班，幫你鎖定空位，現場免費換機票、出新登機證，仲會幫你圈實新嘅登機時間同登機口，清晰話你知後續要點。如果後續航班淨係隔幾小時，攞新登機證休息等候就得。如果要隔夜先有航班，一定要主動爭取權益。唔識外語嘅朋友，出門前務必叫後生仔幫你裝好實時翻譯 APP， 語音對講，即時翻譯，零溝通障礙，直接對住手機講廣東話，翻譯俾職員聽。因為前一班飛機延誤，導致我錯過聯程航班，請問可唔可以提供免費酒店住宿同餐飲券？根據國際航空條例，非個人原因造成嘅隔夜延誤，旅客絕對有權免費住宿、免費食飯、免費搭乘機場接駁車。正規航空公司絕對唔敢敷衍、唔敢拒絕、唔敢呃人。你可以免費入住合作正規酒店，沖個熱水涼，好好休息，食免費餐。第2日搭免費接駁車返機場登機，全程零費用。好多人唔識規則，唔敢爭取，傻傻地坐喺機場冷眼凳捱通宵，辛苦又傷身，仲白白浪費咗應有福利。識飛嘅人都知呢個係聯程機票專屬隱藏福利，唔使使錢，仲可以免費體驗異國機場服務，算係旅途嘅小驚喜。最後分享一個老飛手先識嘅頂級避坑秘技，專治最隱蔽、最容易中招嘅誤機陷阱——登機口臨時更改。呢個係90%旅客都會忽略嘅細節，亦都係最無辜嘅誤機元兇。好多人也掹登機口就即刻鬆懈，坐低追劇、玩手機、打瞌睡，以為穩操勝券萬無一失。
點知臨登機先發現，隔離乘客去嘅地方同自己完全唔一樣，櫃台航班資料已經更新，自己嘅航班早就換咗登機口，甚至已經停止登機，最後白白誤機。之所以成日出現呢個情況，係因為國際機場航班吞吐量極大，每日起降幾千班機，機位極度緊張。一旦前序航班故障、晚點、檢修佔用原有機位，空管中心就會即時調配，將你嘅航班搬去其他空置登機口。登機口臨時變更係海外機場日日發生嘅平常事。機場會用外文廣播通知，但機場人聲嘈雜，廣播聽唔清，再加我哋唔識英文，好容易完美錯過所有通知，不知不覺踩大坑。想徹底避開呢個問題，淨係需要養成一個好習慣，候機唔好坐死一張凳，每30-40分鐘就起身睇一次航班大屏，重點留意自己航班號對應嘅登機口，一旦編號閃爍，直接變更，即刻拎起隨身行李出發，預足行路搭小火車嘅時間，絕對唔好拖延。再教大家一個零用腦、零風險嘅雙重確認技巧：香港、內地同胞對照。海外航班多數有華人乘客，見到講廣東話、講普通話嘅人，禮貌問一句唔好意思，請問你哋係搭呢班去 XX 嘅機嗎？如果對方係同航班，你就安心候機，登機跟住大隊走就得。如果對方話唔係，即刻提高警惕，即刻攞登機證去櫃台核對，確認登機口是否正確，及時修正，避免坐錯區域，錯過航班。講到呢度，真心同大家講幾句心底話。好多香港朋友，尤其係長輩，辛苦一世，終於有時間有積蓄出國探親，環遊世界，卻因為驚轉機怕麻煩，放棄心儀嘅旅程，真係好可惜。直飛就係得個爽字，但缺點好明顯，票價貴好多，目的地極少。而家好多絕美景點，冰島極光、玻利維亞天空之鏡、非洲動物大遷徙，根本冇直飛航班，必須轉機先可以去到。學識轉機，等於打通全世界嘅出行通道，用更平嘅價錢睇更靚嘅世界。轉機從來唔係麻煩，而係高性價比嘅出行選擇。10幾個鐘長途飛機，久坐腰酸背痛，身心疲累。中途轉機可以落機舒展筋骨，行下街，嘆下異國咖啡，食下地道小食，逛免稅店，呢啲都係直飛航班體驗唔到嘅樂趣。最後將全民核心乾貨濃縮成6條轉機鐵律，大家記實，走遍全球機場都唔使慌。第一，辦登機必確認行李，直掛終點，杜絕中途拎行李。第二，落地唔好跟大隊，第一時間帶飛機轉機標識。第三，入免稅區先睇大屏，鎖定最新登機口。第四，遠距離登機口認小火車圖標，免費接駁直達。第五，候機定時覆查大屏，嚴防登機口臨時變更。第六，誤機唔使慌，去轉機櫃台免費改簽，申領免費食宿。再加一份極簡外遊清單，照做零失誤。出門前裝好實時翻譯 APP， 確保手機有電。隨身帶薄外套，機場空調超凍，帶空保溫杯。機場有免費熱水，全程淨帶小件隨身行李，輕鬆出行。其實國際轉機一啲都唔複雜，機場設計以人為本，圖標通用，規則清晰，所有突發狀況都有權益保障。唔使怕英文，唔使怕迷路，唔使怕誤機，學識套路，人人都可以輕鬆玩轉海外轉機。大膽出門，安心外遊，去見識大千世界，平安出發，開心歸來。